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推介嘅係幫港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同特朗普停戰1年，下次中國打得更輕鬆。10月30號，中美元首喺韓國釜山舉行會晤，一如所料，美國 TACO 病發，總統特朗普將所有滋擾中國嘅措施撤回，中方亦都相應收回還擊嘅手。不過世界普遍都唔俾面特朗普，一面倒分析中國贏咗。證據就係本嚟憑空而生嘅芬太尼關稅減去咗10%，而兩國嘅情況只不過係回復到關稅戰發生之前。特朗普收穫咗一個寂寞，美方暫緩加徵24%關稅1年，中方稀土牌亦都收回1年。重要嘅唔係數字，而係定下咗下次打過嘅時間，就係1年之後，美國就會消停一段時間啦，享受自稱得到嘅勝利。但係相信過一段短時間疑似患有政治過度活躍症嘅特朗普又會再挑中國機啦。霸王特朗普出盡吃奶之力打過嚟，中國一路擋一路反擊，正面接晒所有嘅招數，然後雙方講和。可以肯定呢一個係美國第一次真真正正咁樣向其他國家復原。問題係下一次再打，形勢仲會一樣咩？1年之後，明年嘅11月就係美國中期選舉舉行嘅大日子，亦都係特朗普攞期中試成績表嘅日子。佢一定肯定必定要靠搞中國嚟維持親王嘅形象。佢需要虛空做牌，但係複製今次嘅招數係唔夠㗎，下次要用更加狠嘅方式去對中國施壓。而且唔理個效果係點都要講成係贏咗中國。喺內政唔掂嘅情況之下，特朗普特別需要去攞啲國際分嚟摘袋。所以特朗普嘅攻勢只會更狠，但係有冇效呢？就唔知啦。而中國呢，全中國人民都有一個共識，我哋需要用貿戰去換時間。美國呢，就係唔想俾我哋時間。而家陣呢，特朗普畫咗一條1年嘅時間線，呢1年呢，中國有時間去補充裝備，補齊短板。但唔同嘅係，特朗普要選舉，要籌期做 show，還未拉票，而民主黨呢，仲要幫你火燒後欄，老侵仲有幾多精力先？中國人呢，就可以全力發展上課、補倉、團結，埋頭苦幹發展新市場。而中國人面對外務呢，絕對唔會有懈怠嘅思想，反而要時時保持住時不我待嘅急迫感。呢一點將會係停戰1年之後中國贏得更輕鬆嘅最大憑藉。喺呢1年嘅時間，面皮厚過城牆嘅特朗普唔會尷尬，但係撲出嚟搶劫中國貨期子公司嘅荷蘭啦，急不及待幫美國爸爸發展造船嘅韓國啦，仲有新科女首相媽媽神式貼住特朗普玩迷妹外交嘅日本啦，通通都會處於最尷尬嘅境地。呢1年，中國有充足嘅時間做好準備，亦都有充足嘅時間好好對付某啲漁利嘅國家。呢個係中國用實力爭取翻嚟嘅好時機。